在咧英国时代，咱真接用竹仔改变做是咱生活当中的用品。根据农委会资料显示，这新竹县的竹仔是全台湾出产上界济所在。电商平台看到这点，参这专门做环保餐具业者，也有在地工研院合作，要伫咧新竹县成立竹仔纤维的环保产销链，要制作真真正正是 MIT 的绿色产品。 竹仔生长快速，电缆啊除了会当吸收碳量，而且平均适当，会使生产出环保材料。以竹仔做原料，除了叶啊会当制作清洁用的产品，得去做环保餐具、树讲，会使讲规支竹仔100%拢用得到。比如说做成生物炭。 生物炭就可以到变成说农场那个土壤的改质，或者甚至于我们看到很多那种进一步，我们再把它转化到所谓的保鲜材料食品的保鲜材料，比如说香蕉那些的保鲜，其实那些都是可以应用的。所以竹子是一个很好的全循环的一个材料。以竹仔所做出来的产品，在土内底，平均150天，就使完成自然分解，减少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。2050年零碳的这个目标，这也是一个国际的目标。竹子是一个100%的循环经济的一个材料。那竹子3年就可以采收，采收完以后，它会马上再生长出新的。所以这些的材料应用面的话，把它落实成真正的产业，做成产品的话，这是我们这一次做新竹金新的产业聚落的一个目的。 现场佫展出用竹仔制作的环保椅仔，唔拿轻佫好收，也方便揸出门。工研院表示，透过这个合作计划，希望台湾竹仔的环保制成产品更加进步。记者对君豪新竹报道。